伫咧二战时期，有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去互屠杀，到今敢若大约500万的受害者有确认着身份。即马要透过 AI 来重新整理线索，找出所有受害者的名字。In the only known video of Anne, she is leaning out the window to watch a neighbor heading off for her wedding. 徛伫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门口口摕手机扫描，因看到历史场景活零零出现，这稀实交错的沉浸式体验，和安妮的生活甲纳粹占领之下荷兰犹太人热情真实重现。AI 伫历史上面的影响愈来愈多，透过去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演会600多万个罹难者当中，真侪无名氏找到名字。It's about one person and another person and another person. And not just persons, Jews that were murdered in the Holocaust. So when you have the names, you can remember. 这间大屠杀纪念馆已经透过上亿个资料的比对甲分析，成功确定500万人的身份甲名字，啊，不过剩的100万人难度真悬。用过去的人工手法整理档案资料，毋但伤过济，而且真了工。大量手写档案甲已经老旧黄黄的批，实在无法度来辨认。好在在2014年，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引进 AI 技术，用透过人工智慧甲机器学习去读文件，核对影片、交叉比对模补等各种资讯。即马有25万个名字，伫这段黑暗的历史当中出现。One day I'm walking one of the streets, and a man was almost crazed, and he came to me with a box. 另外一寡纳粹大屠杀用过的历史也开始走向社会化。1934年出生伫德国的美国化学家英格奥尔巴赫，即马90岁，7岁到10岁之间，捌被关一名纳粹集中营。2年前制作互动式 AI 课程实景，让少年人用透过科技甲残酷的大屠杀历史对话。公视新闻，洪如梅报道。